Hello，我係一位有2個小朋友嘅媽媽，同時亦都係一位3陰性乳癌嘅患者。有一晚沖涼，然後就發覺，點解心口嗰度多咗粒嘢嘅？然後我再摸得清楚少少啦，就好似大個都好大粒，又好硬咁樣喎。我嗰下都晴天霹靂㗎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健康嘅人，我又冇家族史，咁然後又生咗小朋友，有餵哺母乳啊嘛，咁我所知嘅應該機會係好低嘅咁樣，咁但係奈何係我咯，咁然後嗰個禮拜都唔開心，喊咗成個禮拜。我老公就同我講：你冷靜啲先，我哋首先約睇醫生，睇完醫生之後睇醫生點樣講，然後有啲咩安排，然後我再幫你一齊 take care 好個屋企咁樣咯。咁我 book 咗睇醫生嘅時候，醫生就話：好似唔係咁好喎，咁我哋幫你 check 清楚，咁再檢查清楚之後就真係確診係乳癌咁樣咯。確診係第3期嘅，發覺嘅時候嗰粒嘢係2 cm 度嘅，咁然後去到治療嘅時候，佢已經去到7 cm 咁樣咯。其實嗰陣時第一次睇完係都仲驚嘅，因為諗住要化療喎，咩係化療咧咁樣樣，之後就會好擔心會食唔到嘢啊、甩頭髮啊、會瘦啊，好多其他好多嘅副作用都會擔心。咁然後醫生同我講，其實都唔使驚，因為依家好多藥都好好嘅，都幫到你嘅，咁可以幫你減低副作用啊咁樣。我周圍咁問下啲醫生朋友啊，上網睇咗好多資料咁樣，跟住我就都知道免疫治療呢樣嘢嘅，但係我唔知啱唔啱好用啦。咁我就諗住1月睇醫生嘅時候就問下醫生，咁就發覺原來你都好啱用喎。咁跟住之後我諗，不如把握機會快啲做咗佢先咁樣咯。confirm 咗之後，今日睇完醫生，下個禮拜1就開始做啦。我都好開心嘅，個腫瘤真係縮細咗嘅。佢本身由7又縮翻去到2 cm 咁上下，所以我就係做咗個好細嘅手術，然後就成功啦咁樣。我最大嘅遺憾咧就係覺得我有4、5年都冇去過旅行啦，咁樣我就覺得我希望我抗癌成功啦，然後我想帶埋小朋友一齊去旅行，一齊參與我呢段開心嘅旅程，同埋同時間我都會想分享俾身邊啲朋友親戚。大家都知道我成功啦，咁然後可以開開心心擺低包袱去一次旅行。我今日咧好難得可以嚟到大嶼山呢個郊外嘅地方，我覺得好放鬆、好開心，可以吸收下大自然嘅氣息，令我覺得好健康嘅感覺。我今日第一次嚟做藍染咧，整咗棵聖誕樹咁樣嘅，佢咧係用2個3角形砌埋一齊搭起身，咁佢同一時間咧都好似一座富士山咁嘅。因為我都希望第日都可以帶埋小朋友一齊去富士山旅行，望下更多嘅地方。初頭做完化療返到屋企，入門口嗰下仔女攬住我，佢哋問：你去做完化療啊？我問佢哋：你哋知道咩係化療咩？佢哋當時唔知，不過見到佢哋攬住我，佢哋簡單問候一句，已經幫我解決咗好多未來嘅擔憂。為咗佢哋，我一定會好快好返嘅。做完腫瘤切除手術之後，我前排開始留返長頭髮。囡囡聽到之後，佢好開心，話要同媽媽一齊留長頭髮。嗰下我真係知道，雖然佢哋仲細，但真係用緊行動支持緊我。人人都話為母則強，我曾經以為意思係做人阿媽一定要強大到咩都要自己搞得掂，但原來真正嘅強大係放低自尊去正視問題同接納自己，有咩事主動揾人幫手，周圍問人，呢種心理嘅強大先至係真正嘅為母則強。你如果有問題想問，或者身邊好多唔同嘅嘢咧，你即管去問出嚟，就可以發現更多嘅可能。就好似香港呢度咁，我都未嚟過。原來咧香港係可以有啲咁靚嘅地方。我希望下次都可以帶埋小朋友一齊過嚟玩。